台南伴手礼成功美食购物节甲关怀弱势公益慈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届举办。这届总共有60担伴手礼名店组成的好物市集，每一担拢好买好势。另外，还有音乐响宴等精彩活动，欢迎民众做伙来佚佗。为什么叫星光？就是晚上有晚会，还有这个晚上的嘉年华，还有请新会，还有很多歌手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做精彩的表演。那为什么美食不用提了？讲到美食就一定要讲到台南，讲到台南就要讲到我们伴手礼协会的一个美食今天出来的这个我们邀请的都是非常厉害的美食，但是坦白讲都会有遗珠之憾，你都会害市长被骂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好的给讲出来。但是今天没有来的，或是没有这个参展的，也很多都是美食，所以呢，美食讲不完。第三，我们购物节有这个福袋1元竞标的大福袋，我们很多厂商店家做爱心，捐助了这么多满满的一桌这一桌我们要作为公益拍卖，总共有6份，一桌的话就算1份，价格最高的我们就给他们拍出去了。那全数捐给我们幼旅协会的我们的理事长。除了有市集甲表演以外，主办单位嘛结合侪间爱心厂商捐出产品，作为大福袋1元竞标奖品，一份市价超过7200块，总共有6份。这所得也会全数捐助给公益使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